馬可福音第3章，耶穌又進了會堂，在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，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穌。耶穌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：起來，站在當中。又問眾人說：在安息日行善行惡，救命害命，哪樣是可以的呢？他們都不作聲。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，憂愁他們的心剛硬，就對那人說：伸出手來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復了原。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，怎樣可以除滅耶穌。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，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，還有許多人聽見他所做的大事，就從猶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買、約旦河外，並推羅、西頓的四方來到他那裏。他因為人多，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侍候着，免得眾人擁擠他。他治好了許多人，所以凡有災病的都擠進去要摸他。污鬼無論何時看見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說：你是神的兒子。耶穌再三囑咐他們，不要把他顯露出來。耶穌上了山，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，他們便來到他那裏。他就設立12個人，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們去傳道，並給他們權柄趕鬼。這12個人有西門，耶穌又給他起名叫彼得，還有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，又給這2個人起名叫半尼其，就是雷子的意思。又有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羅買、馬太、多馬、亞勒斐的兒子雅各和達太，並奮銳黨的西門，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。耶穌進了一個屋子，眾人有聚集，甚至連他吃飯也顧不得吃。耶穌的親屬聽見，就出來要拉住他，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。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文士說，他是被別西卜附着，又說他是靠着鬼王趕鬼。耶穌叫他們來，用比喻對他們說：撒旦怎能趕出撒旦呢？若一國自相紛爭，那國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紛爭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自相攻打紛爭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滅亡。沒有人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壯士，才可以搶奪他的家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，凡褻瀆聖靈的，卻永不得赦免，那要擔當永遠的罪。這話是因為他們說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，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他。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，他們就告訴他說：看啊，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。耶穌回答說：誰是我的母親，誰是我的弟兄？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，說：看啊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這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。